头一块来到苗栗，在苗栗有一间很特别的面包店，它除了卖面包，也卖客家味。这是业者林秀凤把公馆的牛心柿和客家的麻薯相结合，做成了冰冰凉凉的冰 Q 柿饼，非常的美味，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就要带您一块来品尝这样的美味。苗栗这间面包店看起来很传统，但是它却拥有大受欢迎的客家味，那就是冰 Q 柿饼。冰冰凉凉的柿饼，甜而不腻，切开看一看，里头红豆的用量是一般甜点的2倍之多。麻薯更特别，不但很弹牙，也很有咬劲，饕客是赞不绝口。而这是老板娘林秀凤精心研发的好滋味，光是选材料就相当花功夫。石围墙那边的柿子，它会比较香。她选用公馆品质最好的牛心柿，金黄色泽，很可口，配上屏东客庄的红豆泥，真材实料塞满了整颗柿子。食材精挑细选，柿子核心的麻薯也是与众不同，又没太甜，又没硬硬，糍粑又做的吃起来像吃做的人都像吃冰淇淋用的。想要大家吃的养生，老板娘加入日本的海藻糖，让麻薯的口感更香 Q， 也不容易胀气。放入冰箱也不会一下子硬到无法入口。因为一般的麻糬隔天就硬硬的啦，怎么可以去冰呢？那你不冰，隔天我就不能卖啦。那我原先是研发冷藏，冷藏3天就酸掉了，后面也一直研发把它做成可以冷冻了，把麻糬去改良。怎么想到要把柿子跟红豆麻薯结合呢？这也是有典故的。林秀凤做人和善有人缘，所以卖柿饼的老奶奶常常请她吃柿子，闲聊之下启发了灵感。我就说，阿婆，那你还可以柿饼，就让你打枪吃就是直接拿来吃了。她说没有啊，有时候我也可以把它包饭啊，就有剩下的饭就剥开来就包饭，这样子吃起来就比较饱啊。就后面就回来想说，他包饭，那包饭是没人吃啊，一定要包比较特别的食材啊，所以我在团队才跟我们师傅一直研发，把传统吃法融入新创意。林秀凤用客家味打造了台湾和果子。除了红豆，她也研发出了芋头新口味。2种商品推出叙事甜蜜的礼盒，成为客庄伴手礼，也让传统面包店有了新生命。一个助人善念，让甜甜牛心柿和客家麻薯相见欢。红豆的绵密将来自客庄的心意包覆，咬一口品尝感动时刻。